后来这个过年时啊，收到第年钱，收到红包，欢头喜面。用过红包袋啊，要安怎来处理呢？有人会留起来讨结掉，有人是直接甲弹掉。专家来建议，会当甲用过红包袋啊，放入去自保盆，或者是茶果内底，然后摕去放伫个财位，讲安尼会当招财。若是放伫个枕头骹，困伫个面顶，会当保留红包所带来的福气。若真正要弹掉咧，上好甲金纸做伙来化掉，讲安尼会当互福神来归位。过年收到红包，把里面的钱给拿起来，但是你用过的红包袋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收到那个保险柜里面，放在抽屉吧。如果它没有香味的话，我们就把它丢掉了。用过红包袋留落来，想要讨一个吉利，但是爱放伫倒位才会当招财。每一个红包呢，都是一个祝福、收入、财库或者是像睡觉的地方就把它放在床头、床铺，就是枕头下，把它压着呢。那这样子呢，就是让你的这个福神都一直跟着你。专家讲，找一支茶果，甲这个红包袋放入去，再搁放伫财位顶面，保庇规档好财运。放伫枕头会困伫顶面，会当保留红包带来福气，平安过年档。红包袋不是都可以回收？就资源回收。对。不然你那么多旧的东西，你又丢不掉，对不对？反正明年还会有红包嘛。专家提醒，若是要想要留红包袋，上好是甲金纸做伙摕去香炉化掉，互福神归位，重复使用卖使。但是若有破去的拗掉，或者顶面有印今年生肖的，每年都无适合使用啊。